潇洒演一回。又到了与星同乐的板块时间了，叶老师，今天我们追的又是哪一颗星呢？是以美艳迷人著称的著名越剧花旦方亚芬。明星已经入座，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粉丝有多铁。大家都知道啊，方亚芬呢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的学生，啊，那么又是哪一位老艺术家把方亚芬引荐给袁老师的？开始，哦，那么快，是徐天红老师。正确啊。但徐天红老师啊，确实是位伯乐。这亚芬啊，在你们这一辈演员当中，应该说有很多好苗子啊，都是他最先发现，而且是千方百计把他们吸收进越剧院的，是不是啊？那么你又是演哪出戏的时候，他发现你的呢？我8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镇海越剧团，嗯到上海来演出对，我们团里面有位老师跟徐天红老师熟悉的，就请他来看戏。看戏啊看了以后，他就觉得哪出戏呢？你那就《次演的柳毅传书》，柳毅传书，你演的什么？我演的龙女三娘。龙女三娘，龙女三娘应该唱的不是原派，他为什么把你引荐给袁老师？那是以后才知道，跟袁老师说。那他那么一转身，他说他的那个背影啊，好像你年轻的时候，就说我像年轻的时候袁老师。背影特别像袁老师。对对对。啊，那么袁老师见了你说你像不像？他从来没说我像他。那个徐老师跟他讲，他说啊，你看看他像你年轻的时候吧。袁老师说，他比我年轻的时候好看多了。对，好像。总之。袁老师还非常喜欢你，是吧？可能心里面是非常喜欢，但是他一直都觉得我不能对个人的事业到别的剧团去挖一个演员过来，这不是他的初衷。所以说戏校开始招生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实际上我可以直接进入越剧院，可以学习也可以，但是那时候没有用这种直接的途径啊，先到戏校是吧？对，到戏校去学习3年以后，毕业以后才进入上海越剧院。老师非常严格。那么你在戏校学习的时候，据说也是尖子，只要排戏，你就是女主角，是这样吗？应该说，我还蛮努力的，也非常珍惜那个戏校的那个能够在学习的机会。最后你还是用实力来证明了自己啊，没有辜负老师啊，还有观众的期望，2次获得了白玉兰奖，是吧？而且得到了中国戏剧的最高奖梅花奖，是吧？说明这个徐天红老师当时这眼光还真没看错。对，这是千里马太好了，是吧？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啊，那么当时让他第一次获得白玉兰奖的是哪出戏和哪个人物？开始。好，来毛一文，是《西厢记》崔莺莺。啊，回答正确，太好了，戏也说出来了，角色也说出来了，太棒了，这个粉丝。我们知道这个戏呢是越剧的4大经典啊之一，而且也是袁雪芬老师的具有代表性的角色。方亚芬的这个塑造角色的能力啊，真的是很强。除了这个千金小姐，形形色色的人物她都能够演。就仅仅一部《红楼梦》当中啊，她就演了好多角色。对，这个题目我来出啊。好，就是方亚芬在《红楼梦》里，她演过几个角色？开始，有。他演过2个。错，来，还有谁？演过3个。不够。不够。来，还有。演过6个。正确。啊，这不是猜的了。终于对了。啊，6个，那么再补问一下，哪6个能说出来吗？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还有思琪。还有妙玉，还有一个最难。还有一个戏校的时候年度演的啊，地官。好，算你对，对，他前面数字说对，前面6个是答对。6个角色里，你最喜欢的角色？我最喜欢贾宝玉。这倒有点让我吃惊对，很出乎意料。贾宝玉是小生啊，和你这行当是完全相悖。为什么特别喜欢贾宝玉啊？我觉得贾宝玉他对情非常的真。一个真情，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他。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自己
演员的本身来说，这个角色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花旦可能会有机会演，但是这么一个贾宝玉至纯至真的一个人物，还是非常不容易有机会能够演的。这个一个说明是喜欢挑战自我啊，第二也说明方艳芬有实力啊，她的戏路子广，是吧？对。这个生活中的方艳芬，我不知道你了解吧？性情非常率直、开朗，是特别喜欢笑。是的。我想正是因为她这种敢于挑战、敢于尝试，所以近几年来她在越剧舞台上成功的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没错，那接下来我就此出题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说到她的经典角色呢，就不能不说到这个著名的三嫂了。请问这三嫂是哪三嫂？好，晨晨，祥林嫂、文嫂、玉清嫂。好，正确，到底是铁杆粉丝啊！这儿我有个问题要问方亚芬啊，作为一个女性的演员，又作为一名花旦啊，肯定是想演比较青春的、靓丽的角色，比如说崔莺莺啊、林黛玉啊，为什么你偏偏钟情于嫂呢？可能我这个脸比较容易讨人喜欢。我第一次尝试演那个文嫂的时候，观众们都觉得，哎呀，很对，而且我自己也觉得在演那个嫂子的时候特别沉得下来。所以说，到后来的像玉清嫂，应该说是更进一步的挑战了。我一直调侃自己说，哎呀，有的演员他们要经过时间来调整自己，对年龄、对角色的适应。我说我早就已经适应了。我从94年时候我就演祥林嫂最老了。我说那时候老旦也演了。当中那个。对。我说演嫂子，对我现在这个年龄来说，是最合适的。所以你刚才有一点没说到，除了那个拓宽戏路啊，为什么她演了那么多嫂？因为她演的嫂同样也是最美丽的，大家说对不对？好，那有没有机会再演一次嫂，成为四嫂，有吗？再演一个丁四给嫂嫂嘛。然后说得好，那再说那个刚才那三嫂当中的玉清嫂啊，正是凭借着这个人物啊，这个角色呢，她是摘得了第2度这个白玉兰，而且还捧回了中国戏剧的最高奖梅花奖。那其中有一大段唱啊，令观众是印象特别深刻。好，我要出题了。这一大段唱词有多少句？开始。好，晨晨。112句。正确。亚芬啊，这越剧里边像这么大段唱很少吧？好像比如沪剧它有叫副词板，是不是啊？应该说是非常少。应该说近几年的最长的一部可以戏里面，不管是古装戏还是现代戏，应该说这一段唱腔，可以说是最长的。好，那么在创作的初期，就是有创意的时候，就想好了这个地方要写这么一大段唱。还是在你们在创作、发展、演出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发展。那我们的编剧他说问那个陈军老师，就说你们的演员最多能唱多少句？那陈军老师就跟他讲，他说你能写多少句，演员就能唱多少句。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102句。102句，一开始后来我们在修改的时候，觉得这当中缺少了一块，那个玉清嫂对亲生的，知道她有金燕飞这个人物以后，她矛盾的心理，所以说在中间加了10句，无伴奏、无节奏，完全用自己的情感来演唱的那么10句唱腔。这个稍微懂点戏曲的人都知道，这个唱清版呐。很难，是特别难的挑战啊，特别是那么长，是啊，对你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光体力上就是挑战吧，我想。应该说唱到那时候，应该是已经是非常累了，但唱那10句唱不同于一般的清版，他因为要把全身心的那种感情，而且是没有节奏的。那个节奏完全要靠自己来掌握，就像说话一样的，我哪里轻哪里重，哪里要拉长，哪里要喘息，哪里要哭泣。所以说这10句能稍微来几句吗？想不到啊，想
想不到，谁知晓啊？谁知晓？我就是死也要死在你怀抱，可怜我，可怜我，可怜我。就完全像说话一样的。这个听到这儿啊，我想大家跟我有个相同的感觉，就是勇于挑战，是方亚芬的一个特点。对，去年年底呢，他又开始新的挑战了。没错，迎接了一个新的角色啊，生活当中的当领导了。对，好，那我们先不透露什么职务啊，我们就此出题。请问大家知道方亚芬现在担任的是什么样的职务？开始，好。是上海越剧院一团副团长。不对，你说一团团长。哎，对了，你怎么会说了副团长？你刚才说副的时候，人很不高兴，对，汗都滴下来了，哇！是我记错了，方亚芬可以算他对吗？我好不容易做团长，他还把我加个副字。实际上，你这个走马上任是什么时候？真正的走马上任是去年的9月1号。我们知道一团的特点就是男女合演嘛，这些年这个男女合演一直走的不如女子越剧这么的顺利啊。但是最近可以说也是怎么说有很多的成果出来，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晋复排演出了家，全青春版的，大家都是非常的努力，也非常的用功。上演以后也是。应该说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所以很多观众当时看了这个戏也很感动啊。就是说，虽然台上演的是一个破碎的家，但是台下是一个特别幸福和睦的越剧大家庭，对不对？主要我们这个团还是非常有凝聚力，而且非常温馨，大家非常团结。说明你这个家长做得好嘛？那不是，我觉得一个船跟一个水，我一直说，你团长可能是掌舵的。但是下面团员应该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我觉得大家能够齐心协力的，能够把这条船开得更顺更好。10年前就应该让他当团长。对，相信在这个我们这个火车头的带领下，我们的男女合演一定会迎来又一个春天的。谢谢大家。现在目前场上得分最多的应该是陈琛啊，恭喜陈琛成为最铁粉丝，恭喜你。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记得有一年的中秋节吧，我们到那个亚芬家里面去吃饭。那天家里面很多朋友，大家一起喝酒聊天，很开心的。然后呢，我也喝了一点点小酒。好了，酒下去以后就开始兴奋了。那我一兴奋啊就不行，那个时候脑子里面啊就全是那个越剧，还有就是我们方明星他平时唱的一些段子。那个时候桌子上面就拿起一个酒杯，就还站到那个桌凳子上面，然后就开始唱，还自我很陶醉的。我的汽车上已经全部是他的唱段的碟片，只要一有空我就会去用心欣赏。记得有一次我来上海办事，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就慢慢又欣赏他的唱段了。结果到了我们常州站，居然忘了下来，就直接开去南京了。我今天实际上差一点点就跟今天跟我们的方老师就要错过了，因为我昨天晚上那个发烧发到39度，所以说刚刚思路已经很混乱了。明明是团长，我想的也是团长，然后说出来就变副的了。是昨天医生是告诉我今天必须要去吊盐水，是不能过来的。然后我就死磨硬磨的摸着医生嘛，我跟他说。
我说我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过来，因为我要见到我的偶像了，我很激动。然后他说不行，那然后我说那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唱一段给你听，真的是很好听。然后我就唱了一段《情心》嘛，真的是把他感动了。然后他就给了我开了一些药，然后特地给我打了一针，然后让我能够在这里能够见到方明信，能够见到方老师。我喜欢范亚芬的时候呢，才13岁左右吧，应该还是一个刚刚进初中的学生。有一次是过年的时候，电视台正好放了一个广告，是个莲花女传奇，然后我就偷偷的瞒着父母，拿着压岁钱跑去那个艺术舞台，买了2张票。当时那个售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子拿了一叠红包，就觉得很惊奇。但我因为演出都是晚上的，然后我为了让我妈妈不反对我去看越剧，还特地帮她也买了1张票，让她跟我一起去看戏。记得那个时候，亚芬老师是第一次出一张个人的专辑CD 嘛，然后我去那个音响批发市场，就是为了买这张 CD， 然后突然间让我看到一张非常漂亮的海报，然后我就问那个营业员，我说我想要这张海报，我特别想要这张海报。然后他跟我说，是必须你一定要买到10张 CD 才可以得到这张海报。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嘛，只准备了买一张 CD 的钱，然后我就想这张海报如果我拿不回去的话，晚上我肯定也是睡不着了。然后我就回去以后，我就亲戚朋友啊，我妈妈、爸爸、外公、外婆、舅舅什么的，我就到处花他们，然后让他们支援一点钱给我，拿到这张海报，然后我就贴在我的床头，我就每天就那边看，我就很心满意足。范亚芬，你要评出一个最吃戏迷。要说最吃的粉丝呢，实际上按理说应该是我们小毛，因为他从那个初中的时候就我们结缘了。最吃粉丝毛一文。好，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环节，学的有多像。手尽山中紫水温，情深你哪里知道我的心？昨夜寒风又回去，我担心你唱词是否漏风，身上的棉袄厚不厚？你长的鼻子破几分？我不是不要的八指玲珑，我不是君托的完美叮当，我不是风吹天马眼心动，我不是那百万宫殿夜明中。寡妇门前是比端，流淌莫奈何，想你深深十二童儿孤深深，痴心哦，伤无辜寡有苦声，不真真，太岁过
我觉得他们今天都有点紧张。小毛啊，他们啊，平时在我面前根本就不唱的，只有晨晨呢。有时候我去坐他的车子，他在车子里面一直在放，那我会不由自主的跟他讲，我说，哎，你这个唱的不对啊，应该怎么唱？跟他说过，到底老师刻骨不一样。所以说，应该说晨晨，大家都认同的，晨晨唱的比较好，对吧？线下粉丝晨晨，我们一起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同台有多乐。陈小姐到此与何关？特地先来送书信，这封书信我认下，那富庶的妹妹认得人，她不是半生奴去府中人。此事无言早知情，那离色想把话逼他开工他不肯，故所以暗中写好书一封，他要我送与无罪便相信。看这个机智颖一个人唱啊，太不过瘾了，对不对？最后呢，我们请方艳芬带领大家一起来一段比较欢快的原派唱段，好不好？曾记得当年金口初相逢，但见你国大魁为大良用，相公为去从军，却在神会少时容。潇洒演一回，又到了与星同乐的板块时间了。叶老师，今天我们追的又是哪一颗星呢？是以美艳迷人著称的著名越剧花旦方亚芬。明星已经入座，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粉丝有多铁。大家都知道啊，方亚芬呢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的学生，啊，那么又是哪一位老艺术家把方亚芬引荐给袁老师的？开始，哦，那么快，是徐天红老师。正确啊。徐天红老师啊，确实是位伯乐。这亚芬啊，在你们这一辈演员当中，应该说有很多好苗子啊，都是他最先发现，而且是千方百计把他们吸收进越剧院的，是不是这样？那么你又是演哪出戏的时候，他发现你的呢？我8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镇海越剧团，到上海来演出，我们团里面有位老师跟徐天红老师熟悉的，就请他来看戏。看了以后，他就觉得哪出戏呢？你那次就《柳毅传书》。柳毅传书，你演的什么？我演的龙女三娘。龙女三娘，龙女三娘应该唱的不是原派，他为什么把你引荐给袁老师？那是以后才知道，跟袁老师说。那他那么一转身，他说他的那个背影啊，好像你年轻的时候，就说我像年轻的时候袁老师。背影特别像袁老师。对对对。啊，那么袁老师见了你说你像不像？他从来没说我像他。那个徐老师跟他讲，他说啊，你看看他像你年轻的时候吧。袁老师说，他比我年轻的时候好看多了。对，好像。总之。袁老师还非常喜欢你，是吧？可能心里面是非常，哎呀，很对，而且我自己也觉得在演那个嫂子的时候特别沉得下来，所以说，到后来的像玉清嫂，应该说是更进一步的挑战了。我一直调侃自己说，哎呀，有的演员他们要经过时间来调整自己，对年龄、对角色的适应，我说我早就已经适应了。我从94年时候我就演祥林嫂最老了。对，我说那时候老旦也演了。当中那个。对对对，我说演嫂子，对我现在这个年龄来说，是最合适的。
所以你刚才有一点没说到，除了那个拓宽戏路啊，为什么她演了那么多嫂？因为她演的嫂同样也是最美丽的，大家说对不对？好，那有没有机会再演一次嫂，成为4嫂，有吗？再演一个顶次给嫂嫂嘛。然后说得好，那再说那个刚才那3嫂当中的玉清嫂啊，正是凭借着这个人物啊，这个角色呢，她是摘得了第2度这个白玉兰，而且还捧回了中国戏剧的最高奖梅花奖。那其中有一大段唱啊，令观众是印象特别深刻。好，我要出题了。这一大段唱词有多少句？开始。好，晨晨。112句。正确。亚芬啊，这粤剧里边像这么大段唱很少吧？好像比如沪剧，它有叫副词版，是不是啊？应该说是非常少，应该说近几年的最长的一部可以戏里面，不管是古装戏还是现代戏，应该说这一段唱腔，可以说是最长的。好，那么在创作的初期，就是有创意的时候，就想好了这个地方要写这么一大段唱。还是在你们在创作、发展、演出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发展。那我们的编剧他说问那个陈军老师，就说你们的演员最多能唱多少句？那陈军老师就跟他讲，他说你能写多少句，演员就能唱多少句。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102句。啊，102句，一开始后来我们在修改的时候，觉得这当中缺少了一块，那个玉清嫂对庆生的，知道他有金燕飞这个人物以后，他矛盾的心理，所以说在中间加了10句，无伴奏、无节奏，完全用自己的情感来演唱的那么10句唱腔。这个稍微懂点戏曲的人都知道，这个唱清版呐很难，是特别难的挑战啊，特别是那么长，是啊，对你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光体力上就是挑战吧，我想。应该说唱到那时候，应该是已经是非常累了，但唱那10句唱不同于一般的清版，他因为要把全身心的那种感情，而且是没有节奏的。那个节奏完全要靠自己来掌握，就像说话一样的，我哪里轻哪里重，哪里要拉长，哪里要喘息，哪里要哭泣。所以说这10句能稍微来几句吗？想不到啊，想不到，谁知晓啊，谁知晓？我就是死也要死在你怀抱，可怜我，可怜我，可怜我。还有思琪，还有妙玉，还有一个最难，还有一个戏校的时候演的啊，地官，好，算你对，对他前面数字说对，前面6个可以答对，6个角色里你最喜欢的角色？我最喜欢贾宝玉，这倒有点让我吃惊对，很出乎意料。贾宝玉是小生啊，和你这行当是完全相悖，为什么特别喜欢贾宝玉啊？我觉得贾宝玉他对情非常的真，一个真情，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他。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自己演员的本身来说，这个角色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花旦可能会有机会演，但是这么一个贾宝玉至纯至真的一个人物，还是非常不容易有机会能够演的。这个一个说明是喜欢挑战自我啊，第二也说明方艳芬有实力啊，她的戏路子广，是吧？对。这个生活中的方艳芬，我不知道你了解吧？性情非常率直、开朗，是特别喜欢笑。是的。我想正是因为她这种敢于挑战、敢于尝试，所以近几年来她在越剧舞台上成功的塑造了
许多经典角色。没错，那接下来我就此出题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说到他的经典角色呢，就不能不说到这个著名的三嫂了。请问这三嫂是哪三嫂？好，晨晨，祥林嫂、文嫂、玉清嫂。好，正确，哈哈，到底是铁杆粉丝啊！这儿我有个问题要问方亚芬啊，作为一个女性的演员，又作为一名花旦啊，肯定是想演比较青春的、靓丽的角色，比如说崔莺莺啊、林黛玉啊，为什么你偏偏钟情于嫂呢？可能我这个脸比较容易讨人喜欢。我第一次尝试演那个文嫂的时候，观众们都觉得喜欢，但是他一直都觉得我不能对个人的事业到别的剧团去挖一个演员过来，这不是他的初衷。所以说戏校开始招生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实际上我可以直接进入越剧院，可以学习也可以，但是那时候没有用这种直接的途径。啊，先到戏校是吧？对，到戏校去学习3年以后。毕业以后才进入上海越剧院。老师非常严格。那么你在戏校学习的时候，据说也是尖子，只要排戏，你就是女主角，是这样吗？应该说，我还蛮努力的，也非常珍惜那个戏校的那个能够在学习的机会。最后你还是用实力来证明了自己啊，没有辜负老师啊，还有观众的期望，2次获得了白玉兰奖，是吧？而且得到了中国戏剧的最高奖梅花奖，是吧？说明这个徐天鸿老师当时这眼光还真没看错。对，这是千里马太好了，是吧？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啊，那么当时让他第一次获得白玉兰奖的是哪出戏和哪个人物？开始。好，来毛一文，是《西厢记》，崔莺莺。啊，回答正确，太好了，戏也说出来了，角色也说出来了，太棒了，这个粉丝。我们知道这个戏呢是越剧的4大经典啊之一，而且也是袁雪芬老师的具有代表性的角色。方亚芬的这个塑造角色的能力啊，真的是很强。除了这个千金小姐，形形色色的人物她都能够演。就仅仅一部《红楼梦》当中啊，她就演了好多角色。对，这个题目我来出啊。好，就是方亚芬在《红楼梦》里，她演过几个角色？开始，有。她演过2个。错，来，还有谁？演过3个，不够，不够。来，还有，演过6个，正确，啊，这不是猜的了，终于对了啊，6个，那么再补问一下，哪6个能说出来吗？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